第3日，我哋去牛首山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，之後去秦淮河南京夫子廟。第4日，我哋去玄武湖景區、玄武門、南京博物院、德基廣場藝術館。第5日，我哋淨係去中華門，係咪覺得呢度熟口熟面呢？因為我哋又去返酒店樓下呢一間金同記食早餐。今日我哋要試下佢嘅牛肉湯麵、羊肉串，同樣叫返尋日好味嗰個羊肉燒賣、牛肉鍋貼、牛肉小籠包。食飽咗之後呢，我哋就出發去牛首山。去牛首山呢，就冇地鐵直達，我哋喺夫子廟出發嘅話呢，坐地鐵就要坐9個站，去到天元西路，跟住再要打車16分鐘先至到。所以我哋最後呢都係 call 車。如果 call 車呢，大概28分鐘就到達。入完之後，你可以呢選擇徒步行上去，亦都可以好似我哋咁坐呢啲觀光車上到去山腳，20蚊一位嘅。嚟到可以遊湖，例如寶上湖、隱龍湖，亦都可以去鄭和文化園。而我哋今次嘅重點呢，就係參觀佛頂寺。而呢度呢，最特別嘅地方呢，就係有扶手梯。咁坐扶手梯上去嘅時候呢，仲可以呢欣賞到附近嗰啲櫻花樹，真係好靚啊！呢度稱之為牛首山，係因為呢佢嘅山頂南北雙峰好似牛角。佛頂塔樓高88米，係有9層4面嘅，係一座唐代風格嘅建築。呢座佛頂塔係呢一度地標性嘅建築之一。第一層叫歡喜地，可以見到有4大天王嘅雕像，而每一尊嘅雕像都做工非常之精細。而牆壁上就有一啲壁畫，主要係講解翻佛教史上6次經典結集嘅情況。何謂結集？就係因為古代係冇文字嘅記錄，又驚佛陀嘅教法會被扭曲，所以弟子們呢都好想聚埋一齊背誦同一座標準。第2層有一部分嘅地方係售賣紀念品嘅，而牆壁上就展現咗漢傳佛教嘅6幅壁畫。第3層名為發光地，呢一層主要係講南傳佛教，就係指而家嘅泰國、緬甸、老撾、柬埔寨、中國雲南省泰族地區等。呢層係藏傳佛教。牆上嘅壁畫就見到文成公主入藏嫁咗俾松贊干布，佢仲帶埋佛像同埋佛經做嫁妝。呢一層壁畫上係見到佛教宗師譯經嘅情況。我哋行咗一條只夠1個人通過嘅樓梯，上到去第8層，見到呢個鐘啊，上面寫咗《金剛經》。而經文呢係上龍法師書寫嘅，有5200個字。第9層名為善慧地，善慧即係慈悲，而且有智慧。呢一層供奉咗一尊毗盧遮那座佛。上去佛頂塔一定要行出邊，因為可以遠望返山下邊嘅景色，同埋喺呢個角度影佛頂公係非常之好㗎。跟住我哋就行去佛頂宮，你見到佢嘅外形由2個拱頂組成，細嗰個呢就似唔似佛嘅髮髻，而大嗰個呢就好似袈裟咁披住喺佢身上。由地下呢一層行入去，哇，就俾呢一幅由好多玉石雕琢而成嘅浮雕吸引住。佛祖攞起一朵金婆羅花，輕輕微笑，佢又唔講嘢，大家都議論紛紛。其實呢，佢想俾大家知道禪嘅道理係要靠領悟，而唔係靠講出嚟。
呢個大廳呢，就叫做禪境大觀。你見到成個氣氛呢，同外邊好唔同，呢度好平靜。呢尊係釋迦牟尼嘅臥佛，全長有7.5公尺。雖然用不鏽鋼鑄造，但係呈現出嚟呢，就係仿似漢白玉嘅質感，好舒服啊！覺得佢瞓得好舒爽。喺呢個氣氛之下呢，我都好想瞓覺。我哋上一層就見到呢個名家書法展，仲有星雲大師所寫嘅書法。佛頂宮嘅內部共有9層，地上3層，地下6層。而家我哋就搭扶手梯落下邊啦。呢層係第5層佛殿層。而家就嚟到木手靜心長廊，長廊中設有銅缽靜手池，你可以輕觸旁邊嗰個感應蓮花頭，銅缽就會注水，就可以喺度靜手。呢個係想遊客進入千佛殿之前洗去雜塵，保持清靜心。經過呢個萬佛廊，就會嚟到佛頂宮嘅核心千佛殿。入到嚟真係有好震撼嘅感覺。呢度嘅色調以紅、黃、暗金為主色，而頂層係天藍色，俾人感覺好似置身喺星空之中，營造出莊嚴嘅禪意空間。中間嗰個就係佛利大塔，而塔身係鑲嵌咗無數珍貴嘅寶石。呢度裏邊就係供奉咗佛頂骨舍利。呢度係依照漢傳佛教華藏世界嘅5方5佛來配置，而牆身就有佛陀嘅故事壁畫。除咗喺先頭第5層可以睇到千佛殿之外，仲可以上一層。呢度有好多觀禮台，睇嘅角度又好唔同㗎。跟住我哋就去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。呢個可以坐地鐵2號線雲錦路站2號出口，步行5分鐘就到。選址喺呢度建紀念館，係因為當時呢一區叫江東門，有大批嘅罹難同胞嘅骸骨被挖掘出嚟。入去參觀前，我哋見到呢2個字肅穆，提醒參觀時應要嚴肅恭敬同莊重安靜。一入嚟，我哋就見到呢個雕像，呢個母親個樣受盡凌辱，悲痛到極點。佢無奈咁樣雙手抱住罹難嘅兒子，向着蒼天大叫。我哋真係感受到佢內心嗰種痛苦同悲憤。呢個雕像名為家破人亡。跟住我哋嘅目光就俾喺水池上邊呢啲雕塑吸引住。呢啲雕塑就係南京大屠殺之中承受苦難嘅中國人嘅形象。睇完之後，你會感受到當時個場面極之慘烈，佢哋承受咗巨大嘅悲痛。呢一組嘅雕塑群名為逃難，同埋正話嗰個家破人亡嘅雕塑，係由著名嘅雕刻家、中國嘅美術館館長吳維山創作。十字架上邊寫嘅日子就係南京大屠殺嘅時間。1937年嘅12月13日，日軍擊退死守抗日嘅軍隊，並侵佔當時嘅首都南京。之後開始持續6週慘絕人寰嘅奸淫、搶掠同大屠殺，死亡嘅平民將近達30萬人。南京市1/3都被焚毀。而家見到啲骸骨就係當時喺亂葬崗被挖掘出嚟嘅。骸骨上邊有彈穿、刀刺，有啲變形扭曲，有啲殘缺不堪。可想而知，佢哋係點樣被日軍殘酷對待啊！
而呢16個字個紀念館館名係由鄧小平先生所寫，亦都因為佢聽從民意，所以建咗呢個紀念館。建館嘅目的就係想教育我哋銘記歷史，珍愛和平。呢間係大上海酒店，我哋嚟係食南京菜。呢一間係老店，已經開咗30年，食客好多都係本地人。呢個係桂花糖心藕，係一個冷盤，蓮藕裏邊釀咗啲糯米，甜甜地幾好食。雲吞土雞，即係當湯飲喎要。呢個係蒜香鱸魚，睇佢有少少辣椒，應該有少少辣。紅燒肉，用一個紫砂鍋載住，賣相非常之好。而肉下邊呢，有好多鵪鶉蛋。豬油炸青菜。餐廳嘅出邊已經係夫子廟步行街，如果搭地鐵嚟呢，可以坐3號線2號出口。呢度到處都賣呢個鹽水鴨啊！我哋落嚟呢個秦淮河睇一睇嘅，哇，好靚喎！呢條秦淮河嘅景色真係好受歡迎啊！有好多人悉心打扮喺度留倩影。哇，好繁忙啊！好寧靜嘅船，好多遊船喎，你睇下。好似收工咧，不如我哋加速我咁樣。要一個草莓馬薯，然後要兩個奶酪。哦，呢個係草莓麻薯，邊係冰嚟㗎，但係咧，即係呢啲白色嗰啲醬嘅係芝士嚟嘅，奶酪嗰啲 friend。呢個咧，雪米糍啊！哦，南京夫子廟全名係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廟，簡稱文廟。因為孔子自古俾人尊稱孔夫子，所以我哋俗稱佢夫子廟。南京夫子廟係祭祀孔子嘅聖地，建於宋景祐元年，即1034年，由東晉學府擴建而成，係中國4大文廟之一。孔廟係以大成殿為核心，而大成殿外邊就樹立咗孔子嘅青銅像。而家我哋所見嘅夫子廟喺1937年俾日軍侵華嘅時候燒毀咗，喺1984年重建，保留住前廟後學、左廟右學嘅格局。呢度四周有38幅孔子嘅聖蹟圖，係以彩石鑲嵌而成，反映咗孔子嘅生平同佢嘅教育思想。而家見到學宮上邊嗰個匾額東南第一學，呢5個大字就係由清代金陵狀元秦大士所題。呢度係培育學子嘅地方，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嘅大學。跟住我哋就去到主建築明德堂。以往中國學宮都係叫做明倫堂。據說南宋名臣文天祥寫呢度嘅匾額嘅時候，特登將明倫堂寫成明德堂，意在宣揚大學之道。呢塊石碑就係明太祖朱元璋命禮部頒布嘅學校規則，通常係放喺學宮明倫堂左側。碑文嘅內容係想學子遵循儒學，並要求學子立志成為忠臣清官。夫子廟係免費參觀，裏邊仲展示咗數百件嘅珍貴文史資料，可以了解到中國教育發展嘅歷程。古代嘅讀書人多數利用夜晚苦讀，需要大量嘅燈油，所以古代人將讀書求學嘅費用就稱為高火之費。而呢一張高火票就係喺清代頒俾一啲品學兼優嘅學生嘅助學金。整佢哋密度啊！作弊啊！想入去嘛？第4日，我哋一早去玄武湖景區，坐地鐵1號線玄武門站3號出口，步行5分鐘
就可以見到呢個遊客中心。玄武湖係長江古河流遺留落嚟嘅一部分，六朝時期係皇家園林湖泊嘅公園。呢個景區總面積5.13平方公里，湖面佔70%嘅面積。湖中有5個洲，如果遊覽晒所有嘅景點，一日都未必夠。通常遊客係會選擇觀光車遊覽，分段收費。而我哋就選擇呢個電動駕駛船，140蚊人仔1個鐘，用最短嘅時間遊覽呢個湖。南京玄武門係南京明城牆著名嘅城門之一，而家係玄武門公園嘅西大門。呢道門係建於1908年，即係清光緒34年。去南京博物院就要坐2號線明故宮站1號出口。南京博物院係中國3大博物館之一，有7萬平方米，從遠古到近代嘅珍品都有，而且係免費參觀。呢道拱門原屬於明代南京大報恩寺琉璃塔上，1958年出土，上面刻有藏傳佛教密宗法相嘅裝飾。呢個瓶外邊係藍色金彩，裏邊係可以旋轉，生動咁樣記載清帝東巡嘅盛況，機關巧奪天工，非常之罕有，係鎮館之寶，一定要去睇下。品寧府係米芝蓮1星餐廳，食淮揚菜，位於 Ritz-Carlton 酒店39樓，環境非常之舒適，四周仲有落地大玻璃窗，可以俯瞰返南京嘅夜景。呢度晚餐人均消費300蚊，我哋叫咗4人美團套餐1188蚊，以內地嘅消費嚟講都算頗高。丹桂奶香芋頭凍，外邊呢好似個色仔咁樣，中間裏邊桂花蜂蜜。呢味呢就係叫做溏心黃金蛋，你見到嗰啲蛋呢係透明嘅喎，上邊係有啲配菜。呢個呢就係鵝翼啊，睇落去好精緻。外邊嗰啲呢係花椒嚟嘅喎。松鼠桂魚外酥內嫩，甜酸適中。龍蝦新鮮彈牙，獅子頭肉質鮮嫩，湯好鮮甜。總括嚟講，呢度嘅菜式以精緻為主，口感同味道都好，值得推薦。德基廣場裏邊，去德基廣場可以坐地鐵1號或者2號線，新街口站7號出口。我哋入呢個博物館，夜晚8點後入場，60蚊入位，可以參觀3個博物館。要中文嘅解說咧，就需要有大陸嘅手機號碼啦。scan 咗個微信之後咧，就要手機登錄，之後咧就出咗呢個 QR code，咁咧就可以咧就俾個職員攞呢個智能手環。呢個咧就係佢個智能手環。跟住咧就入去咧呢個版面㗎啦，可以咧就揀角色，有音樂細胞㗎喎，叫我出生名門喎。呢個咧航海家喎，少年天才，出生名門啦，咁勁，我一箭穿越。係啊。好。呢個就係我嚟㗎咯喎，搞笑喎！恭喜你奪得咗3000金靈幣喎，可以去放煙花喎，放咗個煙花可以。正話個博物館人頭湧湧，同呢度相比，簡直係兩個世界。一入嚟就見到呢個芭蕾舞者，佢係以大理石做，係傑夫昆斯嘅作品。而呢度嘅畫作係以法國沙龍畫嘅方式陳列。呢度展示咗多近100件嘅當代藝術作品，包括莫奈、畢加索，亦有常玉、趙無極、吳冠中等中國留洋藝術家嘅作品。此外，當代藝術家草間彌生同村上隆嘅作品你都會見到。第3個藝術館就展示咗數碼藝術家 Beeple 嘅作品。佢原名 Mike Winkelmann， 大學嘅時期修讀計算機科學，從2007年開始
15年期間，每日一幅作品，結果佢將所有嘅作品拼貼而成，呈現出一個巨大嘅時間軸。喺2021年，佢創作嘅作品《Every Day the First Thousand Days》鑄造成 NFT， 喺拍賣會上以6934萬美元天價出售，創下當時數位數藝術家嘅拍賣紀錄。我哋最後一個景點就係嚟呢度行下城牆啊！嚟中華門就要坐地鐵1號線中華門站2號出口，步行19分鐘就到。中華門始建於5代十國楊吳時期，後經南唐、南宋擴建，之後明太祖朱元璋喺舊嘅城門基礎上加建，當時個名叫做聚寶門。因為城下面有富商沈萬山聚富寶盤而得名，直至1931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嘅時候，先正式改名為中華門。金陵係南京嘅古稱，名嘅由來主要源自於楚國時期楚威王滅咗越國後，認為呢度有天子之氣，佢為保江山，下令喺城裏面埋下黃金鎮壓，破除呢股黃氣，因此將地名改為金陵。我哋喺度打完卡之後就離開南京啦。多謝收睇，記得 CLS comment like subscribe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。